说的，那个了说了就，区别小了呀，我上过这个卡来说，上过的卡来的啥呢？第去的卡的，我的通告的都，的去一通啥的，我上路是考试，的就落一个日的，讲的，入住的，住户主要的啥？这是我的对不对？要是通俗，入住的，我们国个，因为广播学校的，我的想想呢，没把这些都有，我的年纪限度2年几个月，这里印度上呢，没入，可是我不入住的这个中年有的不几个，第都个上过课的，我都是在这上呢，通过的，这个上过课的好多，我第一点这要适应。去给通知部先呢，这这个人，说第一呢，我的，对吧？没想到的门都，个人通过的，个人家用不的，对，没想到这个，的通过的，的看中嘛的生意都熟悉门都，可能没上过课的，通过都是带的下，个人里呀，团结面，我不入住个检查人，我不入住了，他这个被一级早些了都，我的样样落个要的，小嘞，居住的小小呢，空都是，我们这个小小呢，空都是我不入住车个要的，实际的印度上呢，空跟那些，连这个上过考虑呀，去一通。这都是家里的人呢，搞来了，得说来说去，得搞了都是的，做出来我的伢的个，这个把我录住的，我那站的是我的大学，啷个搞了，弄的日国知道，他我日国了呢，当了跑的人呢，俺确实通知。可是突突不给他找出来这个，马上就都是这个，对俺的都是下星期都下去过的。